玩住層層疊搭，快問快答。畢加索定畢彼特？畢加索。心齋橋定宋圍橋？心齋橋。矽谷定快活谷？矽谷啊，因為矽谷就係頭先我講 innovation 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地方。我覺得做 architect 一定要保持住一個好 innovative 嘅信念先可以繼續。我哋需要提供一個新嘅方向，新同舊嘅嘢咧係共存，能夠好好保存一個城市嘅特色嘅時候，亦都注入一啲新嘅生命力，令佢係一個活化嘅過程。建築師面對藍天白雲嘅日子咧，一定係少過杯天嘅時候。我試過有啲 project 畫咗10幾個 option， 一路都個 client 唔中意，咁 reject 咗。你靜落嚟嘅時候，你翻去你第一個 sketch， 反而係最好嘅嘢。簡單嚟講就係你唔好忘記你開初個 dream 啦，同埋一定要有一個 vision 啦。咁嗰樣嘢係令建築物提升咗嘅層次。我嘅夢想就係好希望香港嘅建築師係可以衝出去國際啦，可以做到一啲好嘅建築，而令到即係成個香港建築師嗰個能力係提高咯。